水果大出的状况之下，除了直接食，摕来拍果汁啉，造成各种副产品以外，入菜做料理，嘛演变成一项特殊的食食文化。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将四结果引进台湾种植，台语的念法就是对日语来的四结果。伫咧埔里山区的大坪顶，是全台湾四结果产量上大的产地。四结果属于后色型的水果，伫咧正常的状况之下，四结果外表的条纹会慢慢加深，直接掰开来享用，就是上鲜甜的滋味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